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恁囝若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万里天地甲歹，请起立，317首。万里天地甲海，愿咱专心学路敬拜，无当不当上主仁爱，万福的主，雨水凉风日头的光。过节，手把赞远，时时显明，仁爱照真，万福的主，家内平安，身躯轻松，土地所需愿地。大行，情形下的
这砰砰砰来献乎主，先行基督，甘愿献身来救大国，煞将好命做长久。咱犹原徛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天灵。阮的热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错阮即日去，着救阮脱害。因为国权永永光拢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49篇，启应文49篇，也是以赛亚书55篇，启应文49篇。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值得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袂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
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压头当心来祈祷，至圣至尊的宝贝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仔日你赏赐阮有好的日光，阮大家用虔诚的心，用火热的心，用同一个心志，搁一摆来调祭主。阮心内真欢喜。阮今仔日会含主耶稣三甲来坐倒，阮搁一摆来感受着主耶稣，你为着阮顶十字架。死流出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罪过，也特别互阮含天父上帝，搁一摆结连。阮伫遮搁一摆来感谢。也今仔日，阮有2个新的兄弟要加入阮南门的大工程，恳求主特别甲因弟弟照顾伊，互因会当得到平安喜乐，也互伊也会当成做阮南门教会亲密的一员。阮知影最近这个 COVID-19 特别Delta 的病毒，互阮感觉真惊吓，感觉真容易传染。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人亲近亲密的相处，拢感觉亲像真危险，感觉亲像无应该。阮恳求主，互阮永远有一个火热的心。阮虽然袂当亲近，但是阮会当替伊代祷。阮虽然袂当交往来亲密交流，阮恳求主有缘，阮时时会当笑脸因、关心伊。即时，阮三甲组织伫教会内底，阮恳求主也甲圣歌队的队员三甲弟弟，互因会当吟出好听的诗，吟出阮所有的学乐。即时，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是“上主是我的牧者，上主是我的牧者”。
真多谢圣歌队的学乐吼，上主是我的牧者，真好听，也真感动啦。这是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吼22章，马太福音2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5节。耶稣因伊，佮用譬喻甲因讲，天国比平人君甲伊的囝备办婚姻的宴席，找伊的奴仆，调所请的来赴宴席。若是因毋来，佮找别个奴仆讲，去甲所请的讲，我的道已经备办遍，我的牛甲肥的精生已经抬，8项物拢变，就来赴宴席。因无要紧，做因去，一个去伊的餐房，一个去伊的生理场，其余的掠伊的奴仆，凌辱因，杀因。人君受气，找伊的军兵，剿灭遐个商贩，煞烧因的城，就甲伊的奴仆讲：婚姻的宴席已经变，若是所请的未堪得，所以恁去大路头，既若所拄着的，拢请伊来赴宴席。遐个奴仆出去路任，自集凡所拄着的，无论好歹，婚姻的客厅人客就满。人君入去看人客，看见伫遐一人无穿礼服，甲伊讲：朋友啊，你无穿婚姻的礼服，怎样入来遮？伊就静静。迄时人君甲遮的妻员讲，绑伊的骹手，将伊ฮ็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铁铐加牙切起，因为受调的多，受刑的少。第15节，迄时法利赛人出去参详，看通怎样就伊的话来斗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行伊的话的人。讲到天国的喜宴，咱将时间交予张牧师。咱做我是该动心做来感谢，万福的主，你施落万般的福气。愿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活命，你是创造主，阮是你所创造的。你真清楚阮的软弱，真清楚阮人生的道路，亲像阮所读的圣经。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你的念头悬过阮的念头。主，阮毋知影你是甚物款的旨意，互阮会通出世，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所在。若是伫阮的人生的中间，你一直做阮的牧者来引带阮。你知影阮的欠缺，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心灵上的欠缺。主，阮伫人生的路中，有时感觉家己真孤单，毋知影有甚物人通好体会阮的烦恼忧愁。若是通过圣歌队，通过上帝你的话，你甲阮讲，你是阮的牧者，你深知阮一切的欠缺。当阮倒伫清水草坡，当阮行到死荫山谷，你一直拢伫迄个所在，你扶持阮，帮助阮。主啊，阮真正真爱亲像大笔，即个祈祷的诗，即个困求的诗。虽然检采有对敌，虽然检采头前是死荫的山谷，若是上帝你的推你的管，安慰、扶持、引带甲帮助。我一生要有上帝你的恩典甲慈悲缀着阮。当阮行完即个世间人生的道路的时，愿望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主啊，这是阮上大的目标，上大的愿望。伫疫情的中间，伫死荫的
应允答我的时，主求你，互阮有更较大的信心，互阮知影无任何事会通隔断上帝你对阮的疼。亲像保罗所讲，毋是妖恶，毋是患难，毋是破病，毋是死亡，遮的一切拢袂当隔断上帝你对阮的疼，也袂当隔断阮对上帝你的信心。恳求你帮助阮伫即个特别的时代，用信心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也互阮每一个经验更较体会，上帝你真正是阮的牧者，你永远无放弃阮。求你通过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甲你同齐祷，也三感领受，最后所你所讲即个披露来学习你爱阮学习的真理，互阮做一个真正的管家。也幸福伫上帝你的官兵下面，阮同心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咱中间较聚会较长辈人，可能甲我同款，我嘛算老世代的人啦吼。我会记细汉的时阵，若要去餐厅食饭吼，迄是足大的代志啊，足奢侈、足豪华。迄都爱有人客来，啊无是有大代志的时阵，咱才有人去餐厅食即顿较粗糙的。总是到今仔日。我想咱会通发现讲去甲做伙食饭，朋友做伙食饭是真平常的社交的活动。真侪场合，咱会去餐厅甲人做伙食饭。你要讲生理啦，朋友真久无看见，做伙来食一个饭来讲话。是咱过年过节的时阵，毋茫这囝孙逐个做伙来过年，咱来围炉。是讲咧庆祝生日，要欢送毕业升迁，所有的场合。拢差不多甲赴宴社食饭连上关系，食饭迄个热络的气氛就会炒热起来。所以所有这婚礼的宴社，检菜上慎重的就是婚礼的宴社吼，婚礼的喜宴这个婚礼的喜宴，大家人拢用足侪精神去筹备去准备邀请这个宾客。我准备讲的时候，忽然间想起足早以前看过一出电影。我到今仔才知影讲，这出电影就是彭光炎编剧的吼，是李安导演。看起来是30年前的老电影。我是凭印象啦吼，这个电影我印象真深刻吼，又得到真侪这提名。大概故事大概是安尼吼。这个台湾的爸母好不容易栽培一个囝送到美国。伫美国真有成就，得到身份，总是都拢无结婚。咱知影爸母都一直甲催迫，毋茫你紧找一个伴，阮要较早来抱一个孙啦吼。因囝为着要应付因老爸吼、老母即种催婚，甲讲我有啦，我有对象啦吼，我已经要准备要办婚礼啊吼，要好来请人客。无拍算，伫迄个时代，即个爸母讲安尼好，这大代志，阮一定爱来参加即个婚姻的宴社。总是毋知影讲吼，伊即个囝实在是一个同志啦，是一个同性恋的。伊已经有一个 partner 是一个吼，即个白人吼，后来扮演做伊的伴郎。爸母要来安尼啦，伊也毋敢出柜，也毋敢甲爸母讲我随常是一个同志，我是一个同性恋。所以，头洗落去，说毋知要安怎做。伊去找一个为中国来需要绿卡的，讲无咱假结婚啦吼。阮爸母迄个喜宴了，伊就转去台湾啦。大家各走各的路，安尼来迄落。所以为着即个查某囡仔，为着要得到伊的身份，为着绿卡，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办。愈办代志愈多啦吼。即喜宴要安怎请人，要安怎来迄落。总是伊的爸母渐渐发现讲，我即个囝无啥共吼，渐渐的知道讲因囝的性倾向是安尼，后来安那变化，我即马无啥会记得。最后是好像是一个喜剧啦吼，即个今仔个想起来，李安吼，迄个导演是厉害吼，伊用华人真特别的迄个观念，两代之间，老爸甲囝两国之间即个文化的差异。是讲，咱安怎去看同志的问题、同性的问题，迄个观念，伫即个戏内底有显现出来。我印象中是变做
本来老爸是无法通接受囝是即种情形，后来变做一个喜剧啦吼。所以我讲，这是可能是家庭伦理悲喜剧吼。本来是伊到尾全出轨，互因的爸母知影讲伊的情形。所以今仔日吼，耶稣讲即个譬如吼，你有感觉变做是喜悲剧啦吼？头前讲天国亲像一个国王要为着伊的囝备办婚姻的样，很高兴的事情。但你读到尾吼，后凶杀，后去凿灭迄个城，后一寡人伫遐咧踢哭、家己切气，吼，赶出这婚姻的筵席。为什么彼事后来变做一寡人的悲剧？耶稣即个为国王为着囝办婚姻的宴席，是咧甲咱讲什么款的真理？这是咱今日想要甲大家学习的迄个。然后咱知影，伫耶稣的譬如中间，咱敢若亲像伫大路头10色人拢受邀请，伫即个国王婚姻的宴席内底，咱有准备好去参加即场喜宴了无？这是今仔日要甲咱大家做伙来学习即个真理。我想咱拢同意讲，伫福音书内底，耶稣定定讲故事，伊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伊要表现出一个真理的时阵，他不直接讲这个，甲恁讲一寡八股文，伊先用故事甲恁讲，然后伫故事的中间，恁家己去体会即个故事背后迄个意义。所以咱咧读福音书，耶稣讲故事，咱讲叫做耶稣的比喻，一定拢爱知影讲耶稣讲的对象是甚物人，为什么甲遮个人讲遮个话？为什么伫迄个时阵会讲即个故事？咱来知影伊的时空背景。今日也简单介绍马太，咱知影拢总干那28章，记载耶稣伫世间3年传道的生涯。毋知你有注意到无？吼，28章为21章开始到28章，伊受难各活7章，所以占1/4。头前3年传道的生涯。伊用3/4，伊会出世啦，等遮用3/4。所以最后迄礼拜，耶稣入去伫耶路撒冷，咱讲樟树主日迄天开始，马太真详细讲耶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代志。而且最后这个 Holy Week 这个受难周的时阵，伊真详细。这中间有真侪咱听我学习。即个真理伫咧中间。第一日伊樟树主日，咱大概拢是咱即马3月4月吼，然后后礼拜樟树主日了，就是过活节啦，吼，迄拜五受难过活节。伫即礼拜中间，一日，恁若为马太恁甲排落来，大概是安尼。礼拜日伊入去耶路撒冷，过当天的拜一，马太21章12到20。耶稣入去圣殿，伫遐圣殿看见讲一寡人伫遐做生意，卖遮要献祭动物，伫遐咧换钱等等，闹得滚滚，敢若市场。伊受气，甲遮咧做生意的人拢赶出去。伊讲上帝的圣殿是万民祈祷的殿，恁家己做一个插修，伫这个所在做生意。所以伫遐叫做洁净圣殿吼，甲圣殿清去。然后迄天伊就做。一丛无花果树，为什么你无结果子？这是拜一所发生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读拢是拜二，拜二上长啦。拜二为21章记录到25章，中间讲足侪代志。这今日咱要讲就是耶稣你的权柄为倒位来？什么人互你迄个权？你敢若是一个加利利庄卡来掠比尔？你也敢伫圣殿来赶遮做生意？咱知影圣殿这祭司头，这长老可能甲遐生意人官商勾结等等，互你特权伫庙口来做生意，互你伫圣殿做生意。你是甚物款权利？敢来伫遮来做清去圣殿？你有甚物权利会通伫圣殿来教示人？因问耶稣权柄的问题，这是咱今日所要讲的一个重点。伊伫迄个所在来直接谴责这知识分子、法利赛人，谴责这文士，谴责这祭司头。有人出一个问题，甲讲咱犹太人，咱感觉交税互罗马的该撒，咱是上帝选民遐
无清气的这外邦人，咱敢爱交税互伊。论国话，论耶稣基督的再临，伫即天伊讲即三个披露，囝的披露，凶恶严父的严父的披露，甲即个国王为着囝娶某的披露。所以你若规个前后甲读起来，你知影，即个王子婚宴喜宴的比喻是当一天同款的听众连续三个。耶稣真少讲连续讲三个披露，其中最后一个披露，有人甲即个拜日叫做辩论日啦吼。耶稣入去到迄个耶路撒冷了，伫即天内底，甲即个人辩论，甲迄个人辩论，讲足侪话，也是真无用的一天。即个是拜日的代志。所以咱爱知影，就讲耶稣讲即三个披露，伊会听众什么人？马太21章23节，互咱一寡即个线索。耶稣就入殿，即拜日入殿，然后去教示即个百姓。遐祭司头就是宗教领袖、百姓的长老、社会领导者，看袂起即个为加利利来的一个列比、庄卡人，一个老师，就甲讲：你用什么权行这个事？可能也咧指责你安那去赶遐清气遐圣殿，佮什么人互你即个权？你无得到阮的授权，你也敢伫圣殿底下来咧讲这个代志。所以耶稣针对这个质问讲：你的权柄为倒来？伊连续讲三个披露来甲因回答。这三个披露咱需要拢做过一次吼。第一个披露是两个囝的披露。我大概写伫遮，咱无一个读，大概安尼讲，有一个人有两个囝，这老爸就甲迄个大囝讲：囝，今仔日请你去蒲塘来斗骹手来做工。迄大囝直接甲伊讲：无，今仔无用，无时间袂去。后来反悔就去，伊安尼事后想咧，感觉后悔，伊就去到蒲塘去做工。总是这个老爸去问迄个第二囝。迄个因讲吼，迄个真干脆讲，主啊，我愿。甲伊老爸讲，好，我会去甲你做。后来竟然无去。伊讲，这两个囝倒落一个是惊老爸意思。老爸意思是讲，拜托恁来蒲塘斗做工。甲伊讲，我当然是头一个有去做的啊，嘴讲都无效嘛。耶稣直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恁看袂起这抽象甲冲击这罪人，会提升恁入上帝国。表面的顺服，甲实际作为。伊继续讲，因为约翰毋是使徒约翰，是行色的约翰。这个时阵，行色的约翰已经互抬死啊！伊讲，这个行色的约翰第二个路就近恁无爱信伊。总是对这个恁看做罪人抽象的冲击这个人，因伫行色的约翰伊的这个教导内底顺服，来悔改。因看了，恁看安尼，恁家己也无去反省，也无去信。这个行色约翰讲，恁着悔改天国君啊，这个道理。所以耶稣直接将迄个比喻放伫当时迄个情形内底，伊批判这社会精英，恁敢若拢敢一支嘴尔。拢表面，一切拢咧做表面的。恁咧遵守律法，讲嘴安尼讲，心内拢无安尼想。恁实在是不如这罪人实际悔改的行为。亲像我们第15章嘛安尼，恁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总是心内却离开我，敬拜拢是空空的。所以这是伊第一个披露，对上帝官兵的态度，恁敢若阳奉阴违啦吼。咱知影伫当时，你若看马太第3章，就讲，行色约翰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当时耶稣的时代社会，有人认为讲，这个就是弥赛亚要来提升会车来迄个以利亚，伊是上帝先知，伊带有上帝权柄，伊伫迄个所在来替人行色的来讲，大家悔改。行色约翰认为是上帝一个权柄的代表。你看3章第5节到第6节。包括耶路撒冷，伊即马是伫耶路撒冷讲即个话，同犹太甲约旦河四围的人，做这正人
普通的百姓就近伊伫约旦河接受伊的洗礼，对行洗法认因的罪。总是这社会精英、这宗教领袖，恁用什么款的态度去对待行洗的约翰？伊第一个譬如讲了，感觉意思可能也无传达真好。伊继续讲第二个譬如，21章33到40的20，这个譬论是安尼讲。伊阁说一个譬如，伊讲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地主，伊栽一个葡萄园，写啊真详细哦。我这个葡萄用篱笆甲围好好，内底开酒窟，阁一个酒间的楼，因为治安无好。惊讲人来偷挽这葡萄来抢因的成作，逐项拢做好势了后，伊手去别个所在，总是迄个主权在伫即个园子啊！我要出外去，所以我已经甲做好的即个葡萄交代互恁遮店户。我一段时间会转来收租，我会收店。所以时间到的时阵，伊就找伊的奴仆去就近遮店户。咱讲好的，你爱互我几斤的葡萄，你爱互我偌济即个葡萄酒。总是遮个店户就掠伊的奴仆，一个拍，一个抬，一个用石头甲因揼。这个园主检太想讲即马诈骗遮济吼，我派这个人去可能无够，我阁派搁较济别个奴仆去。总是遮个店户游玩是安尼。到第3摆，伊讲无我往阮囝。我找我的囝来就近遮个店户，因大概会尊敬即个都厝头家，即个就是迄个地主的囝嘛，尊敬所以我的囝大概会通收租倒转来。总是遮个店户的想法无相像，因看见即个囝来的时阵，三甲讲，后来即个就是要来接受即个产业的，要继承即个产业的，咱来甲抬好死。即个园主毋知偌久才会转来，毋知住伫倒一国，所以咱通得伊的业。所以即个囝到的时阵，反而互因车出园外，互人杀死。耶稣问即个听众讲：如果你是园主，你若阁倒转来，你要安怎办即个店户？应该讲，当然这是不合天理的代志。伊要用歹来报即个歹人，将葡萄收倒转来。转互别个店户，迄教示结果，其实咱甲时间想好，即个是主要所要受难以前3天，伊实在是已经咧警告，也咧互即个宗教领袖，互因知影，我是奉上帝名来到上帝囝，我是弥赛亚，总是恁有缘要甲上帝排除伫即个恁的性命以外，恁有缘要把恁的权利落掉咧，无爱上帝伫恁的性命中，伫以色列国，伫这宗教崇拜内底，恁要垄断一切的权柄。耶稣是咧甲因讲，恁若听，伊是咧甲因讲，我知影恁心内所想的，要来窃取神的权柄。总是即个耶稣甲伊讲，有一天恁会去拄到即个权柄，迄个刑罚，迄种的恐怖。我想，毋是干那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对当时的社会的精英，今日嘛咧对咱讲，上帝，咱若为创世纪开始读起，上帝创造即个遮尔水的世界，交互人类去管理。咱是一个佃户尔，你毋是即个世界的主人。伊将一个家庭交代互你，伊将一个性命赏赐互咱。咱的性命爱对上帝负责。你毋是你性命完全的主，权柄拢伫我只要我喜欢，有啥不可以？对上帝来讲不可以。伊要伫你的性命中受一寡过节，是毋是通互伊得到阳光？是毋是会通互人得到利益？伊将这交代互咱是一个关键。你的性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教会、你的国家，到伫这个地球，咱拢是一个关键，毋是有主权的。这个化中化，就是互咱知影，一方面警告，你知影讲，恁有较
计划要杀死迄个皇子所派来伊的囝儿。另外嘛，互咱知影，即两个譬如，一个讲实际悔改比表面献祭较重要。上帝是互咱袂欺骗你，毋是用嘴唇，毋是用表面，他是视察人心的上帝。所以，咱伫即个譬如中间，对家己的反省，就是咱是毋是亲像这个歹电火，将我一切代志想办法要甲上帝排除在外，来家己做遐决定。然后到第三个譬如，一个比一个较严重，王子婚宴的比喻。这个就是对耶稣官兵接顺伊的时阵，耶稣三个譬如的回答。我大概安尼甲分啦。第一个就是讲，这两个囝的譬如就是讲，迄个老爸有迄个官兵来拜托，你对这种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款？你是阳奉阴违，还是讲你真正有时感觉都无啥愿意，总是都因为老爸拜托我去做。我对这种官兵我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款？第二个是对迄个官兵的际遇，我要掌握一切我无爱上帝伫我的性命中，我要把它排除在外。第三个是对官兵，你有教育、尊重保守也无我想咱的人讲王子的婚宴，咱就倒转来今仔日这个主要主题。到第21世纪的今仔日，只要一个王室咧结婚咱拢感觉全世界拢咧传播，咱拢捌看过这的迄落。即礼拜才讲即个日本即个贞子公主，敢若是即马天皇小弟的查某囝已经订婚4年要结婚，拄着足侪代志啦最近有宣布讲伊无爱皇室的婚礼，甲因翁平民一个病民结婚了后要搬去美国伫迄个所在这咱都无法度看到伊的婚礼几年前。伊的阿伯即马即个令和时代即个德仁天皇结婚的时阵，咱嘛看到非常的水。互咱印象较深的就是戴安娜戴安娜即个婚礼真正是王子甲公主过着是毋是有幸福美满？后来是无啦虽然婚礼办甲真请雅，然后伊的囝威廉王子、哈利王子，即个婚礼拢非常的水。你想要遮尔好、遮尔盛大的婚礼？是爱办偌久，爱筹备偌久。特别我感觉即摆结婚愈来愈困难愈来愈困难。特别是台北我凊彩网络甲查讲，你若要结婚你爱朝1年来准备呢倒数1年完成的 checklist， 可能爱咱中间还未结婚呢大概你都爱先准备讲，第一个我都爱先讲倒一天两个先讲好。倒一天来接合，然后到底我要邀请偌侪人来我安那送请帖我的请帖送去的时阵，是毋是爱请因回函一下，讲我会当参加，袂当参加我超有几个人我会办几桌我要搭倒办我婚宴的菜色我都爱真斟酌，爱来试食等等食的我都爱安那安排，这个甲迄个坐代志真多啦。婚礼内底除了讲迄天的婚礼以外，婚宴我想是你用上多的迄落。一般咱人都安尼国王的婚宴迄个筹备迄个规模甲迄个细节，可能搁较大。今日咱咧读的即个经文，既然是国王要娶新妇，囝要结婚，我想伊邀请的对象绝对毋是干因国内的人，也搁有外宾也有外宾，像戴安娜即个因要结婚的时候，一定美国啦，倒一国的各国拢会请到即个请帖，所以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伫即个圣经内底也是咱的体验内底结婚实在是新郎甲新娘的代志啦总是大部分拢是老爸老母的关系啦今日一个青年甲我讲，阮阿嬷包40年的红包所以我结婚的时阵当然爱办较大咧红包是我收啦以前40年伊包互人的红包伊爱了的。父子辈关系的总检验有时是安尼即马较无啦
即马较无，即马真侪遮个青年啊，特别是美国遐个囡仔吼，因为结婚拢甲父母讲吼，你个人客吼，我甲你办2桌，剩个拢阮朋友，你敢会通请2个？啊，毋过吼，婚礼遮个宴席吼，费用你爱出安尼，但吼，大家心内足艰苦咧。这咱伫咱东方的特色就是，你也看即马吼，你讲政商名誉要结婚吼，随常无啥人咧注意即对新人啦，拢是伊的父母的关系啦，哇，总统啦，什么人也来，立法委员一堆，其实是父子辈的大排场。即个婚姻的宴席嘛是共款，随常是各方关系的一个检验，各方大家邀请宾客内底，大家对即个国王的迄个检验。既然是一个国王，伊的官兵、伊的荣誉是绝对的，所以拒绝王的邀请，等同于我趁即个机会，互你知影，我对你真袂爽。恁兜咧办喜事，迄是恁兜的代志，我无爱去，甚至是拒绝，毋是有正当的理由的时阵，对王的邀请是一种的侮辱。毋若安尼，你讲，抑阁有人甲迄个人，我派人去送请帖，你竟然甲我即个大使甲伊抬死，这等于是当面的反叛。所以咱才会知影讲，王非常的生气。我今日派一个特使送一个帖去到某一个国家，伊毋若无爱来参加，甲我的特使甲抬死，就是趁即个机会来表明讲，我甲你的关系无甲遐好啊！啊，我趁即个机会，是毋是直接就甲你宣战啊？你都无用咧办喜事，我会甲你宣战。这个王实在是真有诚意啦吼！第一摆互拒绝，第二遍佫找别个萝卜去讲啊，我拢办便啊，我都准备100道拢准备好，牛拢抬了，总是因无要紧。圣经讲，遮受邀请的人无要紧，做因去，迄是恁兜的代志，甲我无关系。我甲你的关系无甲遐好啦，我无爱去。有诶是家领录音，这是直接的宣战吼，对这个国王、这个国家的直接宣战。所以，咱读下迄讲王派兵去走灭因的城，大概咱会通了解，迄个是公然的反叛。啊，第三个譬如，第一个譬如是犹太人拒绝回应上帝的权柄，啊，想要接上帝的权柄。第三个譬如就是，你对上帝权柄的藐视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会尝到这个权柄所带来的后坐力，这个权柄的可怕。啊，这个就是一个王的譬如的迄种。搁落去的发展真趣味，就是这人既然无爱来，啊，我都已经备办好啊，啊，我牛拢抬了，大家拢好势，所以。王请萝卜讲，恁去大路头，自己所拄到的，邀请伊来。所以，你若拄到什么人，伊若愿意来，咱拢欢迎伊来参加王的宴席。才有一句话讲，无论好歹，婚姻的客厅人客上万。伊甲这萝卜讲，你毋通讲看伊穿了破烂烂，你毋通看伊讲啊，这个歹人步兵两个，毋通叫伊来。无，只要所拄到的，无论好歹。你拢邀请，只要伊愿意啊，所以今仔日遐邀请，既然无爱来，就无会等你啦。啊，咱今仔亲像咱这个是到年底的时阵吼，有街友吼，特别万家遮尾牙宴，遮街友、遮 homeless 的人啊，至少一年有一顿啊菜草场好食。遮宾客是随机的，不设条件的，无论好歹。敢若讲，你若愿意，你拢会通来参加这王的宴席。想象一下，这个人想讲，我是什么款身份的人，竟然有一天会通坐伫王的宴席，这是恩典的喜悦，这是福音的谣言。耶稣咧甲这个人讲，将来你伫天国会看见足侪你认为讲无资格的人，你认为讲这个外邦人是无圣洁。你认为这长期还是这税吏，你认为讲啊道德真歹的人，因拢是
在天国喜宴上的座上宾。只要愿意，你就能够成为恩典上喜宴的贵宾。所以后边故事真趣味，还未结束。开道啊，大家做伙欢喜咧食饭啊。这个国王入去，看伊个人客，看见一人讲你无穿礼服，甲伊讲朋友啊，你来参加这婚姻的宴席，你无穿礼服，你是安怎入来？啊，你哪会来伫遮？伊就静静，这个人无话可说了吼。啊，迄时林军就甲这个青年讲，那安尼，甲伊赶出去，互伊伫外口啊黑暗的所在，家己切去，伫遐后悔也来不及。哪会安尼？我想咱读圣经的时候，感觉讲，啊，这敢是随机的，敢是路边凊彩救入来？啊，因敢有钱头去买礼服？伊敢有机会通转因兜去换一束较好看的来？你要甲因叫因穿礼服来参加，是毋是有一点强人所难？其实，咱对伊的披露会通找到两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讲，这个人互赶出，甲这个人是好歹无关系啦。因为迄好人歹人，第10讲啊，无论好歹拢会通来参加，所以毋是这个人伊的德行、伊的行为、伊的各方面问题，是伊无穿礼服。第二个就是互咱知影讲，这个礼服真有可能毋是你家己的，是这个王为着你备办的。既然要来王宴席，慢慢讲穿甲伤邋遢，我已经有准备礼服伫迄个所在，恁入来的时阵会通穿这个礼服。啊，伫迄个气氛较好，啊，大家做伙伫遐来享受。啊，有时我捌去，我毋知影伫遮，可能台湾嘛有，伫美国有一寡餐厅吼，你若无打领带吼，你若无穿西装，伊无爱互你入去啦吼。啊，所以拢有准备。啊，那我临时起我来到门口，我要入去食，我无领带，伊要提供领带甲西装，互你入去伫迄个所在来食，因为注重气氛的一个餐厅，所以礼服毋是出席者家己备办的，是主人备办的。只要你接受这个，你就会通享受迄个婚姻的现象。所以迄个人无话通讲嘛，讲我无礼服，伊嘛无讲我无礼服，意思讲伊都无穿礼服。到底礼服是啥物？罗丁马丁讲，这个披露内底礼服就是信心。我相信。啊！我受邀请来到王的宴席，你就穿上信心的。虽然我知影我真无资格，王的宴席啊，总我凭着信心甲穿起去，因信称做我是受王邀请入来伫这个宴席的。啊，咱耶稣基督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阵，咱就互上帝来接纳。加尔文有无共款的看法？伊讲礼服就是圣洁吼。啊，圣洁会通代表行为吼，所以圣经讲，就用圣洁做你的装饰。咱到上帝面前要敬拜上帝，是用你的圣洁的行为啊，伫伊的面前摇出，唔敢懒散。咱会通来想想，我既然来到王的宴席，我的行为举止要达到一个程度，圣洁的程度了吼。所以圣洁。甲正性甲称义，就是救恩的礼服，是一体的两面。罗丁马丁伊的意思是讲 Christ for me。今仔日我来，毋是讲我有啥物款的功劳，是这王子要结婚啊，伊邀请我，白白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会通来赴这个婚姻的宴席。加尼文是讲，既然耶稣基督伫你的内底的时阵。你的行为就会应该要成圣，爱成为圣洁的。虽然有分别，总是一体的。称义是你的地位上，你有资格来到这个婚姻的宴席内底啊，总是你继续爱有圣洁的行为。这也是雅各书讲，你信心甲行为，就是咱伫上帝恩典宴席的这个礼服。那你姊妹，这个就是咱今仔来到收圣餐的时阵，这个真重要。毋是凭着这个人想要凭着家己的意思，买穿礼服，混进到神的这个恩典的宴席内底，伊被赶出去了，因为伊无要靠这个
救恩的礼服。所以有两种被排除在这个喜宴之外，一个就是拒绝啦。我都跟你无遐尼好关系，我都无爱你管我，所以伊就拒绝上帝邀请。一个就是讲我凭着我的功德，凭着我家己，我要望会通混进上帝恩典内底，这都会成为一个悲剧。所以今仔日你甲我，咱拢受邀请，咱亲像伫大路头十色人，毋是咱有比别人较好，毋是咱亲像这法利赛人，也是讲这经学是社会的精英，没有条件的、随机的，只要愿意的，干那一个心尔。咱拢要受到这种邀请，到底咱要用什么态度？我甲上帝你关系无遐好啦，你不需要，所以你拒绝，也是讲我欢喜穿救恩的礼服来赴上帝宴下，这是咱家己个人所需要对上帝邀请的回应，请咱好好家己来思考。咱就用这个圣经来做今仔日的结束。这个是希伯来书第2章第3节，咱做伙来读。咱若忽略遮尼大的拯救，减为多闪嘛？这个拯救既然是主起头讲的，听见的人干净到实施互咱。上帝救恩是遮尼大的恩典，咱要拒绝的时阵，敢会通多闪上帝权柄的时咯？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通过王子婚姻的宴席来思考，今仔日我要甲上帝你同坐到，甲王子做伙伫即个所在领受圣餐，恳求你帮助阮穿上救恩的礼服，因为信接受耶稣基督来得到称罪义，也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伫阮的心内，阮对正圣的态度，对正圣的路，搁较圣洁的道路，阮来努力，恳求你接纳阮伫你即个天国的誓愿，伫地上安尼，到伫将来上帝国，迄个喜宴是搁较大，搁较互阮期待的。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们。真多谢张牧师的信息哦，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穿这个礼服来参加这个喜宴。咱来吟回应的诗535首，福音正声的大坛，请起立。情爱甲情山，保团地球欢喜消息，白白相思你甲我，上帝将道事行，相思世间慢慢来，心可求助无论啥人，为伫愿望我稳当。时代，传到情爱甲情山，福音节滴答，无福气互你甲我，音情声要得等，应该谨慎细耳听。若无反悔要电车，阮当拄着大惊吓，逃走保全生命，无伫晓伫这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福音节。时代，传到情海甲情山，福音节滴答，无福气互你甲
无伫提示主的恩赦，无伫看天主的恩，是我命的病，又是心身的欠缺，做我识地亲像主翁，我为世到白那世，好迎接。到情海甲情山，好迎接滴答，无福气互你甲我。请坐。洗礼，咱将时间交予张牧师。是咱要行圣灵的洗礼，真欢喜。伫上帝国，咱家两位兄弟。做伙甲咱来同行天路。圣经讲，咱得到帮助，拢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当主耶稣有吩咐咱讲，伊对世人中过活了，还未上天以前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伊交代咱去召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家己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伊也交代咱，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教示因来遵守。就主要说要日日甲咱三甲一个到世间的落尾。亲像迄时主要所交代的，咱伫今仔日要伫上帝甲咱众兄弟姊妹面前来行洗礼，咱就亲信，亲像今仔日所讲，咱来真实反悔，告别。咱的信仰，佮伫主要所基督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就要成做咱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也要佮对圣神领受顶头生的渴望来结连伫基督。今仔咱有两位林兆峰兄伊要洗礼，蔡新兰兄伊要做信仰告别，我先请。林兆峰兄来到头前，来伫上帝甲阮众人面前来做一个誓约。请你回答我要问你的问题。兆峰兄，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主，也圣神要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要诚实反悔认你的罪？佮信靠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完成救赎的功劳，也无？你有要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伫你的一生的中间，行伊的道路，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来请咱小会书记学长老来帮助。用水来。林兆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下面咱来请蔡新兰兄来到台前，同款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大声讲出你的誓约。蔡新兰兄已经伫佳音教会，毋是长老教会，另外一个佳音教会捌受过洗礼，即时要来伫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咱需要去做一届信仰的告别，来告别你对上帝的信。所以，请你回答我所要问你的。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已经成做你的救主，也圣神要做你的保惠师，你要相信也无？你有要诚实反悔认你的罪，也倚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要尽力服侍伊。也为今仔日开始，一世人行伫上帝道路，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也无？
咱来请调王兄甲新南兄来，咱用泡泡来甲伊欢迎，来，请你过来好无？教会有准备2本的圣经，这就是咱一世人要行上帝道路的一个指引，佫有一个洗礼证书。我来送，代表教会来欢迎因，来送因，也请大家会记哩，咱有讲，咱是信仰的大团体，咱会接纳这2位兄弟，以后做同行天路，替因祈祷，替因的家庭祈祷，互相勉励，来跑走人生的道路。我也请咱在座的这个长老，请咱用握手，朋友长老，咱拢来头前代表教会。要握手可能开了用碰啄的碰啄的方式来代表教会来欢迎伊。是你感觉我捌你我要特别来欢迎你，也欢迎你做伙出来表示这个时阵来咱请长老甲咱中间要出来甲因欢迎的人，请咱欢迎这个时阵出来我来代表教会送你这本的圣经甲欢迎你，欢迎你。我伊即马伫马街伊是心脏内科医生我也足感谢，我为美国回来，我的身体就拜托伊咧甲我照顾，伊是我去甲门诊等伊的门诊等诚久呢，我足欢喜，伊意思今仔日咱来欢迎伊的太太也伫咱中间伊是要紧伊是耶稣伫马街咧服务咱真欢喜蔡生南兄伊也是以前伫美国伫尔湾伊读 master 的时阵是伫 UC 尔湾读的伊有伫信仰上有真侪追求追求佛教等等遮，总是最近感动伊来到咱的中间。所以咱后摆会通好好来甲甲伊熟悉一下，甲伊姐姐，所以他算是我的带领者。是，真欢迎真欢喜看见咱礼拜了，有机会咱才甲亲人要甲伊翕相的人，咱才迄落，咱欢迎，多谢，请您回座。煞遮咱要来收圣餐咱知影当最后所受袂迄暝，伊有摕饼祝谢对学生讲，这个饼要诚做一个记号伊要为着咱来拍破伊本身，伫伊的所留的宝血的中间。咱甲上帝诚做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杯诚做新约的记号，所以咱要来领受圣餐的时，咱会记主耶稣甲咱讲，咱既然劳苦背重担来就近伊，伊就要赏赐咱安息。就咱今仔日宣调的时阵所读的，伊讲伊徛伫你的心门外拍门，伊邀请咱来到伊的恩典的宴舍。如果咱也愿意，咱凭着信心，用圣洁。认罪心来到主的面前，就要通过这个圣礼典来得到帮助。所以，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借着这个最后晚餐，用饼甲葡萄汁来表明一个无罪的要替阮这当的罪人赎罪迄种的意义。你拍破你本身来，互阮付出最代价，用你流的宝血。诚做搬过这羊羔的宝血来掠看阮，互阮甲上帝你有新的关系。阮感谢你这顶好的恩典，求你圣别即时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用信心、用圣洁来领受的时，祝你的快乐就加添伫阮，互阮咧跑走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到天国的道路，就哪行哪有快乐。求你用圣神扶持帮助阮，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弟兄们，当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有摕饼对学生讲：看，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的身体，道成肉体，上帝道成肉体的身体，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请咱服侍长老来到头前。接受过洗礼，阁未过信仰，不管你是甚物教会，拢欢迎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咱用信心、用圣洁、用感谢来领受。即时，如果你若伫厝里咧看直播，请你也准备做伙到阮来领受圣餐。上帝恩典平平伫你即时所徛起的所在，要临到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因为这个恩典。咱因为信，互上帝看做义。如果你若摕到，请你先把迄个塑胶袋啊，为着防疫的，所以咱有特别甲包装吼。你会通先把它打开，然后咱看了才做伙来领受。伫办公室还是伫第1楼的，毋知恁有摕到？伫咱即时会场，还佫有人无领受到无？先开开哦。你先拍开吼。在台拢有摕到无？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你拍破的，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主耶稣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杯要成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而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流的宝血，是用办过这羊羔的宝血，成做咱属于伊的记号。咱三甲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杯是上帝要基督甲咱立新约的记号。这时，请咱来准备来吟这首歌。咱来吟圣诗第355首，咱用感谢的心做伙来吟。愿大主旨，甲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在我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圣经信用故事，你愿心来做模范，甲阮同过至圣宴下，听的胜利大伟团。将阮礼拜变做行动，献给生活做见证。找阮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
求和平。基督求你，使阮听心，予你赦免无怨叹。予阮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主必相信，在我腰间。OK， 好。落永无停。摕起恁即个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是伊所留的宝血，诚做信号的记号，咱做伙来领受。主要所讲，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一切平安，归伫上帝所听的正行里。即时咱要来举行奉献吼，请起立吟奉382首，我的听叹求主赞。我的听叹求主赞。你呀，过一世间，但我立志献家己，永永转转归乎你。阿门。请坐。这点我来报告哈。真欢迎今仔日吼，大家做伙来敬拜哈。实体礼拜也是伫网络的礼拜哈。希望主继续赏赐咱平安。今仔有行洗礼哈，成人的洗礼甲信仰告别咱真欢喜哈。调芳兄弟接受这成人的洗礼，新人兄弟哈。伊接受信仰告别，希望主特别照顾因，也互因会当加入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大家做伙牵手来行天路。特别以后有机会咱特别来关心伊含伊招呼因心内较无熟悉，咱会当做伙。实体礼拜咱已经有到80个咱第一场是。毋免先登记吼，第二场就爱先敲电话登记，甲私函登记安尼吼。第4条，哥林多前书的灵修默想吼，咱每日拢有这灵修，希望较侪人来加入。第5，团契聚会吼，咱各团契渐渐恢复聚会时间咱别注意吼。咱这周报内底青年团契。伊拜六的聚会是暗时7点半吼，是暗时7点半，毋是7点。基石团契伊是7点吼，咱特别过目安尼吼，咱注意这因为有写了毋对吼，咱登记一下安尼吼。各团契渐渐拢恢复吼，渐渐拢恢复希望迄个拜三吼，早点祈祷的嘛爱较紧来恢复吼。咱若人数会当增加的时阵，咱希望儿童主日学啦成人主日学嘛会当紧紧来恢复。第6点，磐石团契今仔日要改选干部。除了来参加实体聚会的客友嘛开放网络的投票下晡1点爱连结上网来参加这个聚会。以上。请张牧师来补充。我想咱几项的大道咱特别
真惊德尔塔病毒吼，即个长隆的机师，望袂过互咱搁倒转去到第3级的防疫吼，为着指挥中心的官员啊，即个第一线吼，特别咱中间真侪遮医护人员啊，边境管制啊，全力的配合啊，毋望啊，为着病毒会通早一天来消失来带倒。啊，咱即时哥林多监老师吼，虽然已经超进一半吼，剩3礼拜就会结束，总是你随时会通为 YouTube， 你甲拍台北南门教会过去的遮个影音的资料吼，为哥林多前后书，你拢会通看到吼。所以咱有同工真辛苦去准备遮，毋望咱对哥林多教会一寡问题，今仔嘛是咱教会问题，咱会通得到更较侪的学习。啊，咱这属灵的大家庭，今日特别咱有2位兄弟加入伫咱中间，咱有一寡长辈住伫安养院，一寡身体欠安的，一寡年老的，咱常常为着你想到的人，三体来祈祷。啊，最后一项补充的，就是真歹势，因为咱以前甲台电借停车场吼，啊礼拜日拢免费互咱停。毋过最近咱疫情的关系啊，咱去甲伊接合，因讲因疫情关系，所以即马台电的停车场吼。暂时咱袂当去遐停吼，所以礼拜日啊爱停车，需要停车，请爱家己设法啊。教会小会有咧计划吼，要到附近的停车场看会通订约吼，啊来看将来吼长期互咱停车较无问题。所以我后礼拜开始要调查，如果你礼拜日会开车来礼拜，大概有几台吼，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啊，然后咱较好甲人接触。啊，看讲将来咱该定长期的企业礼拜天互咱停，算较俗还是安那？正在进行这种的迄落，所以暂时咱袂当去台电啊停车的问题，小会真积极想要来帮助咱解决吼，互咱知影即个代志，多谢。咱今上映吼387首，请起立，荣光归圣父上帝，387首。上帝，荣光圣家圣心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有无尽。阿门。咱做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生活伫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